籤詩作為一種語言與靈性交匯嘅文本載體，表面上係祈問者對未來嘅探問，而深層卻往往係對掌控感嘅渴望所衍生出嘅詩性安撫。呢啲短句詩文多半以古典格律鋪陳，夾雜典故、寓言與歷史片語。佢嘅語義帶有極高嘅多義性與模糊性，彷彿故意為世人預留詮釋與套用嘅空間。但係咁樣嘅模糊並唔係語言嘅無力，而係佢迷惑性嘅武器。佢讓人誤以為自己得到咗答案，實質只係喺自身嘅慾望、恐懼與投射之中，自行對號入座，自編命運。籤詩之靈唔在於佢係唔係真係預言咗未來，而係在於佢點樣利用語言嘅曖昧特性，喺靈魂最脆弱之處提供一種似真似假嘅希望。佢讓人唔再仰望天啟，而轉向被選中嘅詩句，唔再尋求與造物主真實嘅交通，而依附一張搖出嚟嘅紙條，用佢嚟規劃旅程、判斷人心，甚至決定婚嫁。更值得警覺嘅係，好多靈性系統將籤詩視為神諭文本嘅化身。呢種過度神秘化嘅閱讀模式，使人將自己嘅主權交託俾一種由詩性隱喻加上靈界操控所構成嘅語言陷阱。撒旦最擅長嘅就係呢種披住詩意外衣嘅混亂，令人將模糊當啟示，將隱喻當神語，最終漸漸遠離嗰位唯一唔模糊嘅真理，就係神嘅本身。真正嘅啟示唔會模糊真理嘅邊界，真正嘅信仰亦從來唔會靠詩籤嚟決定腳步。若心靈不立於真道之上，即便抽得上上籤，也可能走向靈性敗壞的下場。